在地人在地前来到南投的德山，当地城隍庙宗教文化节为旧历的6月7日开始，正式来展开着15天的活动。尤其伫个6月15，城隍爷圣诞千秋的当天，阁会举办了境的活动。主委林信雄是欢迎着乡亲做伙来祈福斗热闹。 旧历的6月15是城隍爷圣诞千秋的日子，特别到这个时阵，德山的仁德庙拢会举办城隍宗教文化节庆祝活动。今仔日嘛特别举办记者会，邀请各地信徒祈求做伙来斗热闹求平安。所以咱希望当借这边吼，来甲咱这个仁德庙吼，咱这个城隍爷祝寿的机会啊吼，咱有啥物祈求，有啥物期待吼，应当会更加较圆满啦吼。另外，德山电工所嘛趁热闹的气氛，会请抓风车剧团来做表演。 为了配合咱这个迎城隍这个活动吼，咱德山电工所特别请一场纸风车的特技团到这表演。仁德庙已经有192年的历史，保庇在地人行过三甲子的岁月，希望透过城隍宗教文化节活动，继续为社会带来安定力量。 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